好，今日我想介紹一下呢個韓國品牌 OTVisual 嘅姿勢分析儀，佢可以做到靜態同動態嘅分析。佢只需要一個 3D cam， 一隻腳架喺地氈，就可以做一個靜態嘅分析。你嘅客人只需要企喺張氈上面30秒鐘拍4張相，就可以攞到一個報告。嗰個報告就已經可以見到佢有冇高低膊、X 型腳、O 型腳、頸椎前傾，或者呢個盤骨有冇扭到。而家你見到個版面，我哋可以做到靜態檢測或者動態檢測。而家我哋先做呢個靜態檢測。首先需要做一次掃描。好，你嘅客人只需要企喺張氈嘅上面，而家你就會見到佢。第一張會先影一個正面，跟住請佢右轉，再影一張，再右轉，點第三張，第四張需要彎低腰，雙手掂膝，下巴微微向下。咁就已經完成咗呢一個靜態嘅分析，我哋可以睇個報告。好，而家我哋直接可以睇到你嘅客人有冇高低膊啦，有冇盤骨扭旋啦，有冇呢個 O 型腳啦，有冇頸椎前傾啦。至於入就會係本身佢呢一個分數，佢當時已經輸入咗佢出生年份，咁佢就會喺翻佢呢個大數據入邊比較翻佢呢個出生年份佢嘅成績啦。咁個成績係由 A 去到 E 嘅，咁一般嚟講，中間平均都係 C 最多嘅。咁另外你見到下邊佢會紅咗，呢個係乜嘢咧？就係佢覺得佢相對地最高風險嘅問題。第一個就係佢個頸部前傾，第二個就係佢個高低膊嘅問題啦。另外我哋可以由骨骼方面去睇嘅，呢個圖亦都可以180度旋轉。你見到佢相對覺得易嘅情況底下咧，佢會紅色咗，係你需要特別留意嘅。而家就係佢個頸部傾斜，同埋呢個高低膊嘅問題啦。另外亦都可以由肌肉組去睇嘅，呢個分析儀可以直接睇到87組唔同嘅肌肉，你可以直接撳入去每一組嘅肌肉，睇佢嘅鬆緊度嘅。好，你亦都可以直接出翻一個 PDF 嘅報告。好，而家我哋講下 OTVisual 呢個姿勢分析儀嘅報告啊。而家你見到上面有3張相，就係剛剛你客人影嘅正面、側面同後面，都清晰有晒佢高低膊啊、O 型腳啊嘅角度度數出嚟嘅。右邊就係佢同齡嘅人做一個比較嘅分數。而下面呢個報告就會標準化咗，由佢相對較為嚴重排一路向後嗰邊排到一啲比較冇咁嚴重嘅問題。如果呢度你見到佢第一個最嚴重嘅就係個頭部前傾啦，跟住就係高低膊啦，第三個就係個盤骨傾斜啦。咁你亦都可以按住啲報告相對嚴重嘅問題，就向你嘅客戶提供翻對應嘅一個療法。另外我哋而家可以做呢個動態嘅測試。動態分咗2個，一個係過頭深蹲，另一個係單腳站立。我哋先做呢個過頭深蹲。你嘅客人只需要企翻去面對個鏡頭，做5下嘅深蹲，咁就已經可以㗎啦。好，雙腳只要平。閉上眼睛，雙手伸直抬高，雙腳分開與肩同寬。可以開始。好啦，可以落啦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咁就已經完成咗啦，可以睇報告。好，而家你會見到圖上面會顯示翻頭先你嘅客人佢嗰5下深蹲，咁你會見到佢紅色同綠色就主要分別咗佢左腳同右腳會下落嘅情況，上面顯示咗佢左右腳2次個膝頭落嘅時候有冇高低。
即係顯示佢兩邊嘅肌肉有冇唔平衡啦。下邊紅色條線主要就係顯示咗佢個中心點喺每次上落時候有冇擺動。好，我哋做埋另一個單腳站立嘅動態測試。你嘅客戶需要輪流左腳同右腳去單腳站立，主要就係睇翻佢嘅平衡度嘅。好，先會係舉起佢嘅左腳。好啦，佢定咗，我哋就可以開始啦。好，再做另一隻腳。好，完成，我哋可以睇下結果。好啦，而家會喺上面睇到你左腳同右腳離開咗中心軸嘅時間比較，咁要明顯覺得佢嘅右腳係比佢左腳強啦。